好，大家平安啊！今仔日是2024年10月初5，咱拜六暗时台湾时间的10点，是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第150回。这礼拜是同款是咱逐个月头一礼拜的聚会，是咱台湾文学欣赏，真欢喜大家来参加。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呢。今仔日咱真欢喜招到刘神林刘神伊今仔日主讲的题目大家有看到，就是即摆咱画面顶头写的台湾的刘青主办源流音乐节的经验。我简单介绍会被吓成这样。上次是被吓成这样。对，宣传看到宣传的文案，真的超久的但我觉得哦，调位被吓到。那其实没有鬼还是什么的那样。对。但是哈。哦，那只真的是不行。算。好。我以为他会像。好咱今仔日毋知大家敢有看到宣传的文案？文案是写讲，就是2020台大校园出现一个音乐节，叫做源流。伫遐表演的时阵，竟然无人讲中国话，活动市仔内嘛有人的，有个人讲台语，有个人讲客家，有个人讲枋仔，逐个人拢自由自在，用家己的语言咧讲话开讲。毋过是安怎遮水的画面，敢若出现一摆，就是2020迄摆。今仔日刘神就是要做伙来讲，伊主办源流的经验。遮内底我无确定有今仔日来参加的人有偌侪人有出现伫2020年的源流音乐节现场。若是拄好无法度参加的人，大家敢知影音乐节是啥？对，是安怎刘神就是会来办即个物件，就是音乐节在台湾即几年是足穿的，办一个音乐节拢爱了足大的成本，对，音乐。毋知影是安怎伊来做即个代志咧，甘愿做戆人的流行，对，咱今仔日就甲时间交互伊，安尼就煞会就落番流行。大家好，等下我先分享我的好看。好。自我介绍的部分留互你家己啊。好。对。大家好，我是刘神，我今日的主题是要讲我主办源流音乐节的经验。是安怎这个主题叫做台湾的流星，就是因为就是伊敢若出现一摆对，其实毋是源流这两个伊本身的意义，毋过就是对，就是伊敢若出现一摆我会等下讲就是啥怎安尼。我是刘神可能有个人毋知影我是啥我是台中人，然后我先做过。我就是因为大学的时阵伫台北读册所以就是毕业了后就抑个即摆抑个伫台北生活安尼。我大学的时阵是台大台语文社的社长，阁有台大学生会文化部内面的本土语言小组的组长。即两个组织都是等下会讲着，就是源流音乐节的主办安尼。我嘛是就是法律系毕业的，去年为法律系毕业即马算是就是抑阁咧想讲，敢要行法律即条路就是要找出家己的路安尼。对，对，来开始安尼就是啥怎我会开始来学台文咧，就是因为我高中升大学的时阵，就是有一个朋友伊去读大师大的台文系，我迄当阵大学1年的时阵伫面册看到伊普文，就是使用台文，是迄个时阵我才就是了解甲意识着讲原来咱台语是有文字的这件代志就是可能我心肝来
后来是就是一年后学期的时阵，就是大发生一个事件，叫做台语日处分事件。迄个事件就是，等下，我袂记甲大家讲，就是今仔日报告内面就是出现，就是资料可能会出现一寡中语甲中文，再请大家小忍耐一下，莫互惊着。对，好这个台语日处分事件就是，大合作社，迄个时阵咧开会，有一个理事伊用台语发言，毋过去互主席阻挡，就是迄个主席讲你袂使讲话，你无资格讲话。迄个主席安尼讲是因为因伫前一摆会议内面，就是有决议讲，所有来会议拢爱用中国话来讲。提出即个动议诶，迄个理事伫迄摆，就是有一个理事用台语发言诶，迄摆会议内底，就是伊就讲，你有食薰诶自由，毋过别人嘛有无想要摕着日手薰诶自由，所以才会有禁薰区甲薰害防治法，就是伊用即种讲法来比拼台语，就是甲台语比拼做日手薰。即个事件就是台语文社有发一个声明，就是咧抗议即件代志。迄当阵就是看到台语文社诶迄个声明，才知影即个事件。看到诶时阵，感觉足生气，就是原来我诶母语就是竟然是互人安尼糟蹋的。因为安尼，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我要来去参加看觅台语文社，看因到底咧创啥。对，就是参加台语文社，主要就是要，因为台语文社就是有开。学罗马字诶课，所以就是主要嘛是想要去做一个全台语诶环境，所以就是去参加台语文社，主要就是学台文，还有甲台语讲倒转来安尼。迄当中我嘛有去参加学生会文化部诶本土语言小组，就是主要就是咧做一寡吹沙本土伫学校内底吹沙本土语言诶事工，想讲做一个台诶本土语言地图，就是有台语版客语版是讲就是有做一寡反正就是互学校内底学生更较理解啥物是本土语言，即马拄着啥物问题安尼。对啥呢？就是参加即两个团体了，雄变做要办音乐节，就是主要是迄当阵咧想讲，就是因为阮会办一寡讲座还是讲读册会，毋过通常来人拢足少诶。阮迄当阵就想讲，敢有啥物活动会当互搁较侪人来参加，互搁较侪人会当较熟悉即件代志。因为我拄好我个人就是足喜欢听音乐嘛，足喜欢看乐团诶现场诶表演，所以迄当阵就想讲无，就是我足喜欢去音乐节，所以就想讲无来补一个音乐节。另外一部分嘛是因为就是我迄当阵我感觉敢若听乐团诶人，就是足侪拢足关心台湾本土诶议题，就像讲拍下少年、拍摄少年甲闪灵。就是因咧表演诶时阵，就是若是因家己可能歌词内底MV 内底有讲着白色恐怖甲台湾有相关诶一寡代志。伫因表演诶时阵，就是大家嘛会有足侪人就是会举家己诶台湾独立诶旗对，就是所以迄当阵就是想讲，安尼敢有可能就是遮个人会对本土语言，还是对台湾诶议题较优先，所以就想讲安尼来办一个音乐节。
安尼啊。讲到遮，就是可能有诶人毋知影讲，啥物是音乐节，还是讲有听过，毋过无去过，所以毋知音乐节到底生做啥款。啊，大家会当看，就是下骹诶迄张图，就是台湾即马办上久嘛上大型诶音乐节，叫做大港开唱，就是当年拢会办伫高雄诶。就是差不多就是生做音乐节现场，就差不多是生做安尼，就是会分规个舞台，都会分几下个舞台。毋过阮迄当阵是就是无遐侪钱所以就干两个舞台就是你会当家己经你想要看诶表演伫看你要伫啥物时间去倒一个舞台。就是去看迄个乐团，还是迄个歌手的表演安尼。对，就是迄规个现场的气氛，就足像一个坐等的感觉安尼。猫啊？敢是猫？是，对，即两工同工，今仔日拄煞。嗯，好啥物会合作挽留？就是安尼，我先甲这个关起。阮即边看你诶图，就是正边拢会有一对，角。我咧甲迄个物件收起来。好，等。好啥物会合作挽留，就是主要迄当阵是想讲，想要互即件代志，就是互本土语言，咱家己诶语言，当做是台湾诶流行，就是像咱会讲韩流即种，就是想要当做是台湾是件诶代志，安尼是一件正常诶代志，大家拢会拄着诶代志另外一个原因嘛是，就是日盲文化的传承会当像，就是流水共款，就是虽讲弯弯翘翘，毋过就是会一直流袂转去安尼。对，这是迄当阵后面的原因迄当阵就是阮设计是找就是大科大的设计系，迄当阵1年的学生，就是因为有其中一个人伊是台语文社的社员，伊听着讲要做音乐节嘛，感觉就想要斗相共，所以伊就找伊设计系朋友做伙来做，就是阮有设计4个海报，4张海报理念就是文字甲歌曲甲咱的喙齿，就是会当看到倒边的头一张是，就是一个阿伯伊手举两支管你会当看到迄个管其实就是文字的字的迄个字就是主要就是想讲要甲咱家己的文字偷倒转来，就是头前迄3张拢是咧讲过去。也是讲咱想要啥物第一张是咧讲文字，第二张是咧讲就是白色恐怖时代，就是咱有一寡劲歌，还是讲咱家己的语言的歌曲无法度唱中国话的歌曲安尼，摕着遐济资源，所以咱嘛要甲家己的歌曲摕倒转来。第三个就是咱家己的喙齿嘛，就是第三张图伊顶悬是有写。就是伊迄两只鸟就是有挂牌写讲我不爱讲方言就是阮是想讲要甲家己的语言讲倒转来，要甲家己的喙齿食倒转来，所以都有第三张第四张伊的就是规个色水就是较无共款迄就是阮想就是咱家这3项拢摕倒转来了后，咱的生活会变做啥款？对差不多对，这是阮的设计的理念
安尼讲较济，到底原流音乐节是咧创啥？头一个重点当然就是乐团的表演嘛。阮迄当阵是邀请就是7个乐团，有唱台语的，嘛有唱客家的，嘛有唱原住民族语的，就是毋若是因家己写歌的，就是是用因家己的话。阮嘛有邀过因，就是伫现场表演的迄天，就是伫台顶，希望因拢就是莫讲中国话，就是拢讲因家己的话，安尼。就是除了乐团的表演，这是大舞台，阁有较细的舞台是第一讲甲乐团的访谈。第一讲就是有邀请，就是马耀比吼，伊是一个原住民的纪录片的导演，阁有冯碧芳的阿华西，就是请因来讲家己的，就是分享家己的代志，阁有乐团的访谈，都是。有邀请乐团来分享因诶写歌诶想法，就是啥物会想要用家己诶语言来写歌有拄着啥物困难等等诶。这是主要大舞台甲较细诶舞台咧做诶代志。伫即两个舞台，就两个舞台是分开诶。伫即两个舞台诶中央有一排单位就是市啊，就是有邀请吹哨本土语言的团体，也是讲因是用家己的语言来做生理的，像讲黄米芳的阿华西啊，也是讲有人是用台语咧算塔罗的，也是讲用台语咧白咖啡的，即种单位，就是邀请因来遮摆档。都是希望规个现场会当创作一个。就是用家己诶语言咧过生活迄种感觉。伫单位内底嘛有安排阮诶展览，迄个展览诶内容主要都是互大家讲较了解啥物是本土语言，本土语言诶过去甲未来要安怎发展，对，差不多是安尼。我迄当阵阁有就是写过一寡纪念品，就是像饼还是梅面巾即种，就是一般音乐节嘛会出现的一寡商品。最主要是为着迄当阵，就是阮有伫Flying V 顶悬募资，就是因为迄当阵就是钱总无啥有够。而且佫想要互佫较侪人看到即个活动，所以就伫募资平台顶就是募资安尼。拄则讲到就是市仔诶部分安尼。就是拄则讲到市仔诶部分，阮有邀请遐个本土语言诶团体嘛，吹哨本土语言诶团体，毋过就是大家可能会行过去，都毋知无去了解讲因咧创啥，所以阮有安排就是解任务来破关诶一个活动，就是大家爱去听大位解说讲因诶理念，也是因拢咧创啥，阁有一寡关卡是讲可能爱填牌甲图甲文字斗做伙即种诶，还是讲找人用家己诶语言来分享代志即种就是破关了，就是阮会替因翕相。这是迄当阵诶记录，就是我后来咧现在记录诶时阵，就发现有诶人就是到即摆也是有志安尼，等下讲到。到即摆要是迄阵就是，还是迄阵无熟悉？迄阵还无熟悉，即摆才熟悉诶，对，后来才熟悉，对，迄当阵就是为着无资，阁有拍一块片，
拍一支片，就是短短的一支片，就是要放伫无主平台顶的，互大家看一下2分钟尔。啊，有出现中意，敢有？通，即摆是还无有声是毋？因为敢有？即摆敢有声？阮即摆是无听到声。你点分享的时阵，敢有会记？头前应该无啥。哦好，有啊。科技哦，没弄掉。这一切都是谢老板的错，谁叫他要把那一块一块银票挂伫壁顶咧？迄张看起来甲其他一块银票拢相共啊，是咧挂啥？你会当换一张旧的一块挂起哩，谁拢袂发现。Expect because it was a new format, new year. We didn't know. None of us knew what to expect. But throughout the whole fourth quarter, Hindi balede minak ka sidak minita hiyawe karas balay ka na daha makilaso na kaasita ka dhekon sebe ka na darega mi pa ka ni peni ego pa ka sa 你怎 sokantan 么连国文都可以配档啊？太夸张了吧！而且 GPA 连2都没有是怎样啊？你安尼无法度毕业呢？唉，不用太急，我老二讲都无救咧，沿下主条路。差不多是安尼，就是迄当阵迄个宣传影片安尼。诶，好就是好，就是拄则有讲着讲，因为钱总无花着，所以去无做。即摆就来讲者，就是阮迄当阵，就是到底是开偌济钱安尼就是阮其实就是无趁，基本上无趁着钱，就是差不多拍平安尼。大部分就是超过一半的钱拢是用伫媒体的，就是像灯会舞台即种的，还有还有差不多10几趴拢是可能做纪念品，还是讲邀请甲团费用安尼。阮钱大部分拢是，就是有要试啥，拢是为文化部的文化宾馆的补助来。阮记得是敢若差不多30万安尼。其他的钱都是一寡吹沙本土艺人团体补助，就像讲台语正常化推动那边还是讲对啊，厉害。台北嘅店互而且他的动这他每一种步都是好还有无主平，无主平台还有学生会，都是学生会出的钱其实足少的，还有卖纪念品的钱，安尼差不多都是开销甲收入是安尼。就是阮筹备的团队甲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拢是无趁钱，就是家己主观咧做代志。毋过其实这就是我感觉足无健康的啦。好，就是听起来敢若就是真袂歹安尼，想讲我会搁继续办就是。
上主要就是有两个原因啦，就是较主要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因为就是团队，就是阮周边的团队内面，就是有人是听无台语的啊。对，另外一个原因嘛是因为就是用中国话较有效率，就是对阮规个团队来讲较有效率，较紧，所以阮迄当阵就是大部分拢是用中语、中文来讨论，甲写计划书遐有诶无诶。就是我家己后来办了了，我感觉就是即件代志其实足奇怪诶，就是你明明是想要吹啥本土语言，想要叫大家讲家己诶话，毋过你煞是咧用中国话讲即件代志，我感觉，就是我家己感觉无啥有法度接受所以就是。对，好。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是咧说本土语言议题嘛，就是毋是干那有台语，还有客家，还有原住民族语，就是其实牵涉着做侪族群其实逐个语言需要诶拢无共款所以你无法度用用同一套诶方式去吹杀逐个语言。所以我迄当而且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因为就是嘛会扫着台语诶议题嘛所以一定会讲着讲，比如讲台语是安怎要叫做台语即种诶。迄当阵就是伫阮诶 fan page po 即篇文诶时阵，会较有足侪人话，就是可能好啊，我莫讲是啥物族群毋过就是可能因会讲你凭啥物讲你叫做台语，就是会拄着足侪即种质疑诶我感觉这都是足无必要诶代志，就是我感觉敢要甲时间开伫时间甲气力开伫即种代志顶，就是我搁想看觅安尼，就是我感觉做代志足忝诶，就是爱照全部共族群，爱了解因需要啥这代志互我足忝诶，所以我就想讲，我想要休困者拄则讲到即两项，就是嘛是因为有发生一寡代志，所以才有遮诶想法。主要就是迄当阵就是阮要邀请来拜档诶团体，有一个是做伙来讲台语算甲欧妈妈服务协会就是我即摆是内面诶会员啦就是迄当阵上次是互欧妈妈诶时阵，就是因为我拄则有讲着是用中文嘛计划书嘛是用中文写诶迄当阵就上次是邀请因来拜档结果就是应该是理事长就是回信息就是讲我毋知影是安怎，就是恁台文社办诶活动，就是袂写台文计划书是中文，安尼要安怎合作就是讲恁敢是专工要来甲阮糟蹋安尼迄当阵看到诶时阵，其实是想讲，哪会就是是安怎要遮歹毋过就是其实就是后来佫想佫有对就是后来就是有法度理解是安怎因会安尼想佫有就是到底咧坚持啥，就是我即摆嘛拢了解毋过迄当阵就是对，迄当阵就是抑无法度理解是讲就是对我来讲可能我想要甲规个活动顾好，对，就是我有一寡顾虑安尼毋过就是就是会当看就是中迄张图是用中文写诶，就是讲啥物台湾行过诶历史安怎
就是我感觉，就是我拄则有讲着，就是用中文咧讲遮个代志，就是你拢会当，就是大概伫中华民国大汉，就是中文一定拢足好诶啊，拢有法度讲一寡足好听诶话，啊，毋过实际上你讲诶甲你做诶，敢是共款诶代志，就是会当搁想看觅，所以就是我即摆看着会感觉这到底是啥小诶。对啊，对，这就是这部分就安尼啊。跟我发生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迄当阵，因为阮team 内底就是较无就是客人甲原住民啊，所以就是阮迄当阵有去问大客家社甲大原住民社团讲，就是问讲因敢有啥物需求，还是讲因希望阮可能伫展览啊，还是伫倒位会当就是为因做啥物代志啊？迄当阵就是原住民社团因都有请阮甲16组诶小酒问讲诶话，就是放伫阮诶展览面顶啊。就是阮就想讲好，就是因嘛有互阮就是迄个表，就是大家人看会着啊。阮就想讲好，安尼就是因拢互阮啊，因嘛有即个需求，啊，阮就肯去哩。啊，毋过就是因为迄个展览是，就是阮诶活动是拜六，啊，毋过阮迄礼拜拜一到拜五伫学校内底有先甲展览先放伫学校内底。啊，拜六诶时阵才刷去活动诶现场，啊，所以伫拜一到拜五诶展览，就是拜五展览要结束诶时阵，阮都有收到一个原住民诶组织，啊，因伫 fan page 顶管就是写讲，因来参加即个展览，啊，毋过看到迄个16组诶小酒们讲诶话，其实有足侪写毋着诶所在，啊，阮迄当阵就是看到即件代志，阮就先决定讲哦，安尼过电工活动，就是先莫放迄块房啊，就是阮可能刷落来，就是再搁去找资料啊，甲对诶，就是再甲校正安尼，啊，再搁放去 fan page，啊，所以就是阮迄当阵就有随去迄个图文诶组织下骹留话。啊，毋过就是过几工，就是迄当阵活动是拜六嘛，啊，过2工就是拜一诶时阵，阮就收到就是有一个，就是有另外一个原住民诶组织，啊，因就伫因诶 IG story 就是po讲，原来因嘛节就是甲，就是伫展览啊甲迄个拼音拼毋着啊，请大家就是斗分享啊，叫因莫安尼处理代志，就是恁拢还袂公开回事咧，还是安怎安怎？啊，阮迄当阵就有甲伊讲，就是其实就是阮有要处理，啊，毋过就是活动才拄结束，就是阮就是前2工可能就是咧筹备活动啊，还是讲阮咧收煞啊。查资料嘛，需要一寡时间，啊，写文稿嘛诶时间，就请因互阮一寡时间啊。阮毋是无要处理安尼，啊，毋过就是安尼讲了后，因就是一直讲，你应该爱先回信咧啊，你毋是做毋着代志，搁安尼讲，搁牵拖讲家己做无用诶啊，是安怎？对，啊，迄当阵我就。搁甲伊解释讲，阮到底可能即几工拢咧创啥？毋是讲就是我处理即件代志，是希望就是互阮一寡时间处理啊，而且就是阮甲对诶正确诶迄个招呼语放起哩，就是阮嘛会回事咧，就是阮无要，阮毋是无要回事咧，安尼，伊就讲，伊就搁讲，就是好就是恁。就是莫就是安尼牵拖安尼处理代志啊，无大家拢会足生气诶，安尼啊，就差不多是安尼毋过就是要安怎讲？就是当然阮无去甲遐个资料搁去校对，阮有就是做无够照正诶所在，就是。
而且阮是主办的单位，就是阮应该负责，就是我当然拢知影遮个代志，毋过我就是会感觉讲，就是阮是想要替恁做，就是为恁做一寡代志，毋过就是恁使用安尼的态度甲口气来，就是敢若讲阮就想要甲恁糟蹋是安怎，我就感觉就是我无该即种感觉。而且就是自头到尾提供迄个小众们讲的话，迄个社团，就是因完全无出来声明，也是嘛无出来回信的，就是对，就是即阵代志都是拢是阮咧处理安尼。所以就是会转去我拄则讲的迄部分，就是我会一直想讲。我敢要甲我的时间甲气力开伫遮个代志顶悬，就是我当然知影遮个代志，足重要诶。毋过就是我家己，我敢要甲家己诶时间甲气力开伫即件代志，也是讲，就是对啊，就是我感觉可能对我来讲有搁较重要诶代志。而且我会感觉讲，就是因为拄则有讲，有足侪族群、足侪语言的嘛，安尼要吹哨，就是遮个族群要做伙做代志，就是要用啥物语言，这可能就是用英语可能有诶人无法度嘛，所以就是因可能。袂想过，袂想讲，安尼敢要用中国话，就是因就是做自然就会讲，就做自然就会用中国话来吹杀家己的族群语言。就是我就感觉，我敢要为着别人，就是来放弃我家己，就是放弃我做家己的机会，甲就是我做台湾人的机会，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这是较主要，我无想要搁继续落去的原因。对，对，就是虽讲拄则讲遐个无爽快的代志，毋过就是甲就是筹备规个活动，到真正办出来。就是我感觉，就是为想象诚做现实，即个过程永远是最好诶。就是我感觉，就是足赞诶。就是若是有机会想要搁办，就是我当然会想讲，安尼就是办台语诶就好啊，安尼，对，都是好，就是拄则讲诶遐个代志，就是会互我搁当去想讲，就是我是啥，我伫对，我想要过啥物款诶生活，甲我想要食做啥物人，对，就是我感觉，对啊，就是对，我袂晓讲，无要紧，等下大家甲你问，好。有 Q&A 的时间，大家当慢慢准备恁的问题啊。就是我感觉，可能因为我迄当阵嘛有接触到一寡，就是足拍拼用台语台文咧生活的人，所以我就会去思考讲，安尼我想要食做啥物款的人，就是我敢是想要继续用中国话来过生活，还是我想要转来做台湾人？我就会感觉我行到即马，就是即马已经是拍拼用台语台文咧生活的人，我就会感觉我无想要搁翻头，我无想要搁转去可能用中国话咧，就是敢若是为大家为所有族群咧做代志。就是我感觉较重要的可能是，就是你家己，就是应该先顾你家己，先顾家己人。对，而且就是拄则有讲到讲，
就是办活动，办晚流的时阵有翕相的，有翕着相的遐个人，就是后来嘛，就是真正台湾人都是首都会着，就是后来伫欧妈妈嘛有熟悉，都熟悉遮个人啊，即嘛嘛搁继续斗阵行，就是我感觉，毋免烦恼，就是我都袂去烦恼讲啊，若是我无继续办原流，敢会就是都无法度熟悉一寡人，还是无法度接触到一寡人，其实就是要就是大家若是理念是相我诶，全部拢会行斗阵，安尼对。啊，咱会讲遮句，对，差不多是安尼。我感觉兼工做侪物件，毋过好像你慢慢安尼。咱会想起来，我想讲，大家慢慢咧消化的时阵，我拄仔好来报一个，大家，我即摆先读迄个，有伫迄个咱的会议的对话窗啊，上顶位就有出来，就是直接相认，就是拄则的相片有出现哩，足怀念我有去。对，就是因迄个对可能是小拄会对，就迄个阵也无熟悉，毋过即满就是大家拢做伙来做代志。过来后壁有陈清俊兄，有讲有够正确活跳的台文白话字，讲台湾话写台湾字就对啊，安尼。我想要就是呢，我知影因为你试讲的时阵，你讲是1点钟15分嘛，对无？即摆差不多1半，所以我相信你一定有等下有足侪你会慢慢浮出来。我若讲大家若有问题，当举手还是留话。我想要补充一下，我邀请刘信来讲即场的时阵，一寡过程。对，我其实是想让人我埋头炸起来。对，就是我邀请刘信来讲的时阵，其实我知影，刘信要讲即场，心内一定会有一寡小可困难，还是艰苦的所在，就是因为迄个阵办完了的阵嘛，有经过足侪，就拄则大家讲的，就是一寡委屈，甲一寡困难，对。我感觉会当翻头，搁甲咱过去的经验整理，嘛是一款，就是足无简单，就是咱行过的路，就是拢有意义的迄个过程。特别是迄个阵，其实我无出现伫原流现场我甲刘信咧办原流的时阵，大家请注意哦，就是伊的自我小改，大家有看到吼，2000年出世，原流是2020年，所以等于讲伊是20岁的时阵咧办一个音乐节的即个活动就真正就无简单刘信伊迄个阵咧办的时阵，我看到刘信咧办嘛，是因为我看伊行过迄个过程，甲我身躯边的朋友有小可像，特别是咱各位台湾人，就是咱台湾岛上大的族群嘛，咱有8成的人是咱的族群，有9成的人，咱就是9成以上的人是通用语言是咱台湾话，所以过咱又咱袂想要共识别，对，咱毋是识别者的迄款性的族群，所以咱会想要替其他的族群做代志，所以像当初是阮即阵有志。即马愈来愈侪有志行到遮斗阵毋过伫深头的时阵，其实一开始我较少年的时阵，对，嘛是一阵朋友，迄个阵嘛是会甲唱一寡德鲁古啦，还是大家嘛免想烦恼，像拄则就先讲伊有咧斗相共的，有一寡汉人的朋友，像即马嘛有伫现场做伙听，即嘛是咧做伙拍拼，毋过就是咱讲先顾家己。我相信嘛，即个体会是相共，因为每一个族群，就是咱共同方式面，毋过当着的困难是无共的，所以无法度拢用家做伙的方式做伙解决。咱若是讲是较大的面互相合作，毋过就是实际上咧实行执行的部分，会当拆分做针对个别族群，还是个别的人，就是无共的处境来处理，等到是迄个打击会较精准对迄个药毋是讲即个药即贴药食落去，对啥物镜头都有效，就是等到是较毒的嘛，就是无迄款物件。等到即贴药是针对头疼，即贴药是针对扫，就是这其实是就是我相信应该就是慢慢一路行来体会对我爱大家慢慢下去。有人要补充，对，讲很清楚，啥补充少年人写的台湾字有够活泼，就是设计嘛拢足水，
对啊，对啊，就是大家会当慢慢野手哦。对，无我特别继续讲，对我感觉就是迄个流行咧针对，就是咧办一个音乐节，对我感觉足好诶部分，就是嘛是，就是慢慢后来嘛慢慢体会讲，咱佚头拢是对我会当理解的，到即马大部分诶人看咱咧做诶代志，拢是咧吹哨。毋过刘先有讲伊佚头要办音乐节，诶一个原因是伊本人有咧听音乐啊，所以我嘛想要问刘先，就是音乐啥对你遮重要？你感觉音乐节甲，就是大家做伙听，啥物无共？啊，啥哪有法度感动人？因为我嘛是对，就是你拄则讲诶，因为就现场嘛是足侪，我知影，就是我拄则看一下迄个名单，有足侪嘛是有咧听音乐诶人啊。无论是看现场的表演、专场，还是音乐节，迄个气氛有啥物无共啊？嘛想要小可补充者是对家己介意的代志，我着甲我介意的代志变做用台湾话来做，因为足侪代志拢是需要我靠语言的，无论是用讲的还是文字的，咱着用语言来做。啊，想要补充一个，就是音乐节迄个真心嘛有一个迄个 NT 中华民国，还是反中文的音乐节，就当初是，你嘛共款是咱即个朋友有伫2018年办过一个倒数出代志的音乐节，是办伫台南，啊，迄个阵是伫跳江景伫10月初10，啊，我会记你可能前几个月塔普来分享，就是咧喷漆迄个分享的时阵，伊嘛有讲迄是真人去做中华民国兵，做甲足突然的，所以因领迄4个月的薪水，因讲我袂瘾，我要摕即4个月中华民国薪水来办一场音乐节，因着办伫10月初10，就是对2018年的10月初10，啊，因着请嘛是敢若一个迄个舞台4个乐团，对，啊嘛是规定。就是咱伫遮着拢讲台湾话，啊，拢甲唱，就是袂当有中国话歌，啊，足侪音乐节我无确定，就是因为我嘛知影迄个，我拄则看一下迄个房间嘛，有一寡人可能是无参与过音乐节的人，着我去补一寡背景，因为即2工拄好伫台南嘛是一个大型的音乐节，是龙人，对，啊，即个音乐节真心的团队嘛是，音乐节是成本非常上重的一个活动。对啊，毋过足侪音乐节拢是对一个舞台、2个舞台开始，啊，甚至流行因的音乐节源流是完全无靠票的即个收入嘛。毋过即摆大型音乐节来做较大，就是伊个舞台会当有6个、8个，就是规个场地是足大的，规个像龙人即2工是规个安平的迄个大草埔，啊，大港是咱台湾即摆上大型的音乐节，就是规个迄个朴字的港区，就是所有的高铁票拢会互拆了，啊，就是你高雄完全找袂到大的所在，音乐节要办大型的，当到遮尔大型，毋过就是因为成本足粗的，啊，若是拄着风台啥物的要倒嘛是足紧的，对，啊，毋过音乐节就是，迄个因为遮尔侪人，所以就是会排单啊，就是有啥要解决食的物件，啊，每一个音乐节拢可能有伊家己的主题，像龙人，因就是主要推测环保，啊，即阵仔有一寡像大港就是足有名，因就是反中国党的嘛。所以就是韩国瑜咧做高雄市长的时阵，就会一直互刁难。韩国瑜做高雄市长的时阵，因大港就停办。迄个阵大家感觉非常的悲伤，就毋知影当时佫会有大港。啊，大港因拢会有一个 NGO 征头，就是迄个征头就是各款人去宣扬家己的理念。基本上大港因就是林冲祖因开始创的，对。所以就是每一个音乐节拢有家己的有诶是主张理念，强调环保，啊有诶强调历史，啊有诶是无共诶音乐诶，有诶是 rock， 有诶是电音，迄群众非常无共。伫电影诶音乐节，伫台湾诶电影音乐节，看到少侪中华民国旗，对，啊嘛基本上伫就是对，若是伫咱去参加音乐节，就基本上你若是也中华民国旗起来，大家应该就是会用奇怪诶眼神看你。啊，因为遮尔侪人，就是爱解决食诶问题，所以排斥啊、单啊，就是迄就是一个，我感觉就是一个，嘛是时间限定诶，某物国对韩国诶，拢伫遮，就是迄款场合。对啊，后壁我感觉佫有足侪会当留互大家补充，应该足侪人是对音乐有感觉。啊，拄则我嘛有问林如新问题，我相信大家即摆无人野手，毋过我感觉我拄则互林如新遮诶迄落。时间，原咧准备1点钟到15分的内容，即摆应该有一个慢慢铺出来，咱甲时间交等于互伊。啥？哦，其实无付出啥物，好啊，毋过你会当讲你的音乐的部分，嗯，像你啊，我会找着太共款，对。
就是我会介意去看现场表演，其实都可能甲一寡人约歌星，会想要去看歌星的演唱会同款的心情，就是现场都是无共款啊，迄、个无论是迄个声啊，还是你看到的，就是拢甲你干那听因的专辑，还是干那听线顶的平台，是无共款的体验。而且就是伫现场，你会当就是知影哦，有遮侪人甲你是介意共款的音乐的迄种感觉，对。所以就是这是就是我介意去参加音乐节，还是讲去看乐团表演诶原因，对。那音乐节敢就是专场有啥无共对，对，感觉来。音乐节都是较大型，所以会邀请足侪无共款的乐团，就是有诶无一定是你平常时有咧听诶，毋过音乐节就是一个足好诶机会，互你去去了解其他诶，就是你平常时无听过诶音乐是制作啥款，你就是嘛有机会去，对啊，就是有互你会当去。接触无共款的音乐，对，专场都是较定是，去弘扬我的乐团的做伙表演，所以通常都是会去的人都是较始终安尼，对，这是专场甲音乐节无共款的所在，音乐节就是专场都是通常可能一个暗时2-3点钟就会结束，音乐节都是可能2-3工这种，就是规工为可能中昼到暗时10点才会结束，就是时间足长的，所以有足侪表演会当看，对，迄个气氛就是即马我毋知影较早可能较袂安尼，毋过即马的音乐节。较互人就是去耍、去啉酒，还是去较早音乐去节熟悉人会感觉。较早嘛会啉酒，毋过就是毋知影安怎讲，即马就是较侪高山仔的感觉。是，就是，对我因为我知影你伫现场有一个先歹，就是我知影会拢真关心商业模式即个物件。其实我感觉就是音乐节要做到有商业模式，就是真正有足侪成功的例，就是真正对了钱到即马，就是台湾特别是即几冬，较早音乐节拢是可能卖到前一礼拜，就是票拢卖袂了，就是拢你不管是决定要去，拢搁会付，拢搁听会着。毋过即摆音乐节，就是即几冬真正是你出来，就是真正就是5分钟内，就是3分钟内票就会互听到了，而且拄仔嘛有看到刘星提供的画面，就是大家骹就是满满拢是人，而且刘星迄个画面是敢若一个舞台，对，就是规个场地会是有足侪舞台，基本上就是会当想象迄个规模，大概若是拢可能会有法度想象的，就是对就是规个台主要的公馆校区，就是遮尔大个范围。差不多就可能就是有各无共的舞台，但是舞台甲舞台之间敢隔有够远，安尼音乐才袂互相交叉，对。每一个舞台可能会有，对，通常拢会啥物有主要的舞台，就是迄款 fans 足侪的团，对。就是有法度，对，即几冬有足侪所谓的高山我无确定，就是敢是大家拢有法度理解，就是像。对，像阮即款听较久的人，就会感觉讲，你毋是要来听音乐的，会感觉你就是要来斗闹热闹。毋过就是有影商业模式，有时是爱靠即款人，就是因为愿意开钱，就袂了钱，会当互真正主办的遮的人有法度有成本，但是有法度负担，就是遮的成本，家己的时间买落来办遮的代志，邀请足侪团，互大家无共的刺激，对，就是我对但是有家己要来分享，参与音乐节的经验，就是真正是因为音乐节，就是毋是敢若专场3-4点钟，就是有小可能就是咱若是迄爬一个大山，就是有时会排3-4工，甚至一礼拜，迄个就是我即抓来遮，就是为着这，就是我
来日本，我就是今仔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爬即粒山的迄款感觉。啊，音乐我感觉有特别是伫咱台湾，就是就台湾话内底，就是咱台湾歌，足侪人拢讲咱学台湾话就是先学台湾歌。啊，就是像大港，因嘛是即几年拢会去结合讲，就是因是较 rock 的地起价音乐节，毋过就是因就会去夹，就是咱台湾的较经典的歌手，就是因就会去舞出无共的物件，啊，就互相有法度刺激，就是互无共的群众音乐类型的群众去交流，就是，我会记我头。对，真开始参加音乐节的时阵，就是另外有一寡人是会，早期啊，就是足侪音乐节，就是你讲主场台倒诶啥物诶，因着有一寡朋友，我原底毋知影是，因袂像咱安尼是讲教人讲咱要台湾独立，还是台湾建国。毋过就是我早期啊，毋过就是我是袂跳起哩，互大家，就是互所有人经伫顶头冲演诶人。毋过伊就是甲我诶旗仔抢去，因为伊要冲迄顶悬，互大家所有诶人看着台湾诶旗仔。安尼，就是嘛有一寡乐团嘛有法度影响着，就是我想要补充，就是像一寡即马足穿的乐团，就是即马基本上，叫我可能即马无咧表演，毋过像拍虾少年、歹势少年，就是因对较早还袂遐尔穿的时阵，就是迄个一早差不多就是。可能用2020年差不多做交界，就是2020年了后票就足歹抢啊。毋过伫2020年之前，票歌拢真好抢。啊，咱就会当甲因有一寡互动，像叫我你若去看伊的迄个YouTube 的 MV， 因的迄个歌词拢有白话字。啊，也是拍啥歹势少年，因的迄个歌词，就是迄阵。应该有白话字，就是因就是拢是私底下有熟识的朋友，所以替因去写遐个歌词，就是阮身躯边的朋友。啊，甚至拍摄少年其实拍摄少年其实心头伫台下顶，毋是讲台湾话。我会记我迄阵心头开始咧参加音乐节的时阵，就足侪乐团其实因会写台湾歌，毋过就是因就是唱了，因 talking 的时阵，就是讲中国话。啊，迄个时阵我就会常感觉我只有青啊，就是我就感觉足讨债。对啊，迄个时阵，阮就一群朋友啉酒醉啊，阮就会甲葱的、秘鲁的干那等去台下顶讲台语啦，安尼就是阮做过一款人。啊，毋过就是嘛，有诶乐团会袂爽，毋过嘛有诶乐团真正因为安尼开始讲台湾话。啊，像歹势少年，就是因伫敢是2017还是2017巡回的时阵，因北中南办3场，啊，因先办细场的，伫迄个蚵仔寮迄边。啊，阮有一个朋友，伊就是迄个细场的，就是人足少啊，啊，通常拢去开市场的，所以通常拢较有法度甲表演者熟识。啊，因就是表演煞，逐个食羊肉炉，啊，熟识，啊，毋熟识，就是开讲的，就讲恁煞有3场专场，若是恁 talking，恁练 talking 的时阵，就拢。讲台湾话，拢莫讲中国话，安尼我着3场拢拍拼闹人去甲因支持，就因为迄个阵也袂，就是啥物一出来票拢会放袂了即款代志，迄个阵也袂。啊，因啉酒醉的状况答应啊，讲好，对。啊，毋过竟然因无袂记你即个约束，所以因真正就是对迄个时阵，就是3个人，就是真正台下顶 talking 的时阵，拢讲台湾话，恁听会出来因足客，毋过恁嘛会听会出来，就是对迄个时阵到即嘛，因拍拼搁咧实行，就是即个约束。对，就是有法度就一款机会，去互相去改变，对，互相刺激。啊，其实嘛就感谢，像拄则就先讲的，就迄个时阵，我妈妈红邀请去摆摊的时阵，就阮理事长是回讲，啥怎你要送中文的信息来，就是敢是咧甲阮糟蹋，对，毋过，对啊，就是拢感觉，大家若是做了。来慢慢来互相理解啊，有法度用家己介意的方式来做台湾人啊，嘛是拢有即款机会。常常就是拄仔听刘神咧讲的阵，在想怎常常想着2018的时阵，破产了后半冬，都想写了一句话讲，是昨仔的体会，毋通甲反抗当做本体，毋是讲反抗无重要，是反抗久也会忝，会累积。敢若因才是咱生活的中心，咱的存在才是一切的根基。
咱好啊存在对因来讲，就是上插目的反抗。我就感觉，就是咱其实，咱即马台湾人自心，就是如心主查讲，若是要办一个音乐节嘛，是办台湾话就好，毋是咱无关心其他的族群，是咱爱家己徛好在，了后才有法度，就是看有法度用咱的主体去甲别人斗相共，是啥？无确定，对。对啊，就是多少都来讲，感觉团就是 fans 感觉团之间互相影响的部分，就是迄当阵办完流的时阵，有就是因为阮迄当阵伫 fan page 度 po 做者迄种较论述的文章，就是比如讲台语是安怎叫做台语，啊，还有啥物其他国家是安怎拍拼甲因的语言，国家语言的权利摕倒转来安尼，就是像迄当阵都其中有一个乐团，因都是有分享阮的文章，因办完流了后，因嘛有讲，就是原流的遐文章，敢若是迄篇台语敢有问题，还是啥物的，就是都互因想足久的，就是因可能本来嘛无想着讲原来台语是有家己的问题的，还是讲是安怎台语叫做台语，即种代志可能因平常时较无想着，毋过就是借即个机会，因有法度，就是有机会通接触遮个代志，我感觉就是嘛有可能影响因的想法，我感觉就是这嘛是最有意义的所在，安尼。是，我看到有人野手啊，就是安尼，咱先，我看有梁光兄甲文章拢野手，安尼阮先请梁光兄，对。咱会当请教讲吼，即马伫即个台湾这独立乐团吼，迄个性质是差不多虾米款？比如讲你有百合花嘛吼，因的歌差不多啥物款情形吼，是像讲，像这足侪乐团我拢毋捌听过吼，啥物小路卡来毋捌来过啦吼，啥物春的遮拢较毋捌看过。我较捌咧，还佫有捌一个迄个农村武装青年，吼，敢袂当讲介绍一下？尤其咱今仔即个讲座是即个文学讲座，台湾文学讲座嘛吼。大迄我想着讲，咱2016吼，即个 Nobel Prize 诶，即个得主是 Bob Dylan 吼，伊专咧写歌诶。感觉咱即个即个新诶乐团吼，独立乐团。因的迄个艺术性吼，还是创作性是啥物款？敢会当介绍一下呢？好，其实就是即马新的独立乐团，曲风都是足侪款的，rock 啊，还是 dream pop，都是其实真正足侪足无共款的风格。阮邀请的在其实较主要是唱民谣的，还是唱 rock 的，对，都是唱迄个百合花，百合花应该算是较平常的迄种，对，像着小路卡啦，较我 rock， 对，其他基本上对呢，就是主要就是我拄则讲的迄两种，就是较民谣的甲较 rock 的。安尼即马即个表示2020年的音乐节，安尼2024年的你补充一下，你感觉就是对，若是讲文学性歌词，对，大家若是有迄个意见嘛，会当伫迄个对话的部分，就是对话窗仔内底报，就是即马台湾的乐团，因为其实讲实在，若是单论词本身，我嘛是。我嘛是会感觉是咱台湾经典歌，就是因的迄个词大部分嘛是较水，若是真正要讲乐团内底词较有法度互人有印象的，对，你敢有付出啥物团？我想者，垃圾，我无确定，对，好，你想一下，安尼咱先请文章，请。
你要吹你家己的迄落是，你家己的爱团。哦，敢有听到？有。我先吹囡仔王啊，就是推荐大家去听囡仔王，对，就是这是打到在地的乐团，足赞的。因还袂唱，所以是足独立的独立，对。迄个我想要问的问题是，因为台语文社，搁有你拄则分享源流遐，就是看起来因使用的文字系统其实是蛮多。我发现日本人即马已经改做白话字啊，所以我想要知影讲。就是你敢会当分享一下，你是安怎为你一开始是学教育部迄套的嘛？你是安怎去转变做即马是使用白话字安尼？对。你毋是已经毕业嘛？好，安尼我感觉是顶个月无顶个月初，即摆做月啊。对，我感觉是因为即摆。我互迄个流行咱消化一下，就是即摆龙岗遐有要请咱，就是迄落嘛，咱乐团的歌的文学性、艺术性，文章拄则问的，就是你个人的文字使用转变，即摆灌流嘛有野手，对，我若反映毋到你家己迄落，对，互灌流先讲伊的问题，对，即摆这就是我讲的，对，你家己出来自我了解。我来小解，我家己。大家好，我是冠佑，我是汉人。就是一开始熟悉游行嘛是因为源流，我迄当阵就是有调查工做客户的主持，毋过迄当阵就是对台语伊个社群，是讲写台文即件代志就是无啥熟悉，是后来慢慢才个熟悉即件代志。有当时音乐的部分，我就想要问大家，就是讲，毋知影是毋是台语社群就是关注的代志，甲客语的社群关注的代志无共款，所以写出来的物件嘛。无啥主题是议题，就是拢无啥相共。感觉讲台语歌就是较文学性较悬的，我家己感觉啦，就是客语的交流。也是主题有啥物无共啊？因为拄好，因为迄个冠流伊本身嘛有团，伊嘛有咧耍音乐，对，所以。多好，就是你即摆就搁多谢你即摆野手。就是你想要甲大家参详是要安怎，就是较提升家己的文学性来做音乐即件代志。就是大家因为亲像我足介意的团，大家要安怎讲啊 ？Clutch，就是感觉伊就是用足侪佛法，甲佛教有相关的物件嘛想到就是进前嘛有段是做共款的代志，但是我即马开始，若是客话要爱写，就是相关的代志，感觉毋知影要去倒位找着相关的物件来想即款代志啊。歹势，台语毋是遮尔好。就是我无确定，就是流行敢要回应，就是有即有三个哦，就是中国遐的文章的灌流。安尼，我想讲，即几档我感觉较袂歹的独立乐团，好啊，就是我拄则有敲着一个我算足介的团，叫做曾卡人。就是因其实嘛是算是较民俗民谣的迄款，迄个主唱我会记伊是读师大的台文所毕业的，嘛有写一本都是因家己的
家己在地故事，迄本册敢叫做《夜观巡场》，我是感觉就是因的歌真袂歹，而且拢就是大部分是有结合因，就是可能迄个主唱伊伫家己的时阵，因伫家己的时，伊是家己大汉的，可能是伊细汉时阵，所知影的在地的故事，也是伊就是读台湾史了去了解的遐个故事，就是我感觉袂歹安尼。伊其中都有一条歌是林秀眉，还是林秀嘛？就是迄条歌，就是咧写，安尼哦，就是咧写白色恐怖的时阵，伫家己有一个号做，我想想我袂记啊，等咧，尤其即摆咱有伫迄个对话窗有人讲，我当要讲庄下人，我听了会哭。罗宾卿敢是？对，罗宾卿，对，歹势，就是伊就是伊写迄个林秀美，伊是罗宾卿因某，就是伊就是咧写讲做一个白色恐怖受难者，就是女性的受难者的看守，就是因的角色，甲就是因的，就是写因的故事安尼，对。我感觉即条歌足赞，就是我听的时阵嘛，拢会哭安尼。好，头拄文章有问着讲，啥物我会就是变做是啥白话字，就是我因为大家文啥，迄当阵咧教的时阵，先生是大师大文所毕业的，所以就是大师大因都是拢用迄个慢路嘛，所以伊嘛是教阮慢路。就是阮台语读写班的先生，就是陈鸿辉老师，伊嘛是教的时阵拢是教慢路，所以我一开始学的时阵，一开始接触的时阵，拢是慢路，毋过就是后来主要应该是我发现，就是咧用全台语台文生活的人，拢是用白话字即件代志，就是而且就是我嘛有去想讲，就是因为迄当阵迄个万路伊的全名是拼音红案嘛，就是对教育部对因来讲，即个物件可能毋是文字，可能敢若是拼音，而且做侪时阵因拢是用伫替汉字漂音，所以我感觉就是因是像文字共款的使用，所以就是这是我后来选择白话字的原因，就是主要就是咧用全台语大部分生活的人，拢是咧用白话字，而且咱较早的文献嘛，拢是白话字嘛，就是我感觉，对，敢若无需要慢路，对，差不多是安尼，灌流的问题。刚才讲一摆，我感觉困难的，因为我用拍你写合法的歌，哪会走来问阮？就是我想要讲的是，有关感觉台语是毋是写较济台湾历史的代志，就是较有法度讨论相关的政治吗？还是我头拄仔去找啊，普化咯，就是较济物件好讨论，但是毋知影，别个社群是要安怎去互相鼓励，
才有法度像台语共款会当讲足侪物件。我毋知影流行就是敢有啥物想法，毋过我想要小可先分享一个，对，就是关于即个问题，就是我会记得我伫我是2016年底诶阵熟悉即马即阵幼稚，就是到即马慢慢甲生活变做全台湾话，嘛是对迄个阵写台文佫足无熟手到即马，就是阮已经毋知影偌久无写中文诶即阵幼稚。迄个时阵我嘛拄则嘛有补充着，其实到即坎站进前，就是阮迄个时阵迄个团体内底，因为有一个人毋是台湾人，伊是德鲁古，对，我会记阮迄个阵有去听一场讲座，是咧讲要安怎伫政治工作顶头，就是用台湾话来实践的迄个讲者，伊诶迄场诶主题是安尼咧讲。迄场讲座，阮是规阵朋友去听煞，阮着转来诶时阵，就是伊私底下讲来问讲，就是你听迄场，就是迄个德鲁古迄个幼稚，就是伊私底下问讲，就是即今仔日即场讲座听了，你敢有啥物想法？安尼，是即摆有人伫迄个有三摆，有尤其有补充。曾卡人、亚冠、孙长、林秀美，我有等迄个歌伫遮，尤其有补充讲，虽讲因是写中华民国教育部迄套，毋过因唱盘伫 Apple Music 顶悬拢是放中华民国迄个花台罗，毋是用汉字也是英语。有另外一个幼稚先摆分享讲。陈姓分享讲，罗冰琴敢若毋是白色恐怖诶受害者是捌的着，安尼我继续接转来讲，着伊着咧问我迄个阵无确定伊是咧问啥，我就讲对我感觉真对就是台湾话本来就是应该，毋是变做是一个教台湾话，咱就是生活用台湾话，就是实行对安尼。毋过原来就是我嘛是迄个阵捌摕，伊就讲毋是，其实伊用一个德鲁古诶立场。伊要问的其实是，伊足欣赏，伊讲我足欣赏恁台湾人，迄个阵就是阮规个团体，就是规个组织10个人，就是伊一个毋是台湾人尔。阮开会的阵嘛是讲台湾话，伊本身的台湾话嘛比伊本身的德鲁古佫较好，对，伊就讲我足欣赏恁台湾人诶，就是我感觉，就是恁拢有一群人，就较有政治意识去反抗，会当去讲遮诶政治诶代志，恁会讲。建国，恁会讲台独，毋过就是伊家己诶族人，因为阮嘛有陪伊去转去参加因诶德鲁古诶团体诶活动，陪因去爬山找因诶啥物祖灵地，就是就是因着讲因诶，就是伊家己诶族人，就是伊讲因大部分结家，就是讲自治安尼尔，伊就感觉足励志，因为对伊来讲，伊家己个人诶政治意识诶人物，已经知影讲。自治是无可能的，就是咱看过一生，就是咱就知影自治无可能，对毋管是伫日本时代，是中华民国中国时代，就是自治就是假的。即卖中国因迄边就是咧自治，迄就是骗人的，就是按道理建国。毋过伊讲伊个族人，敢若咱讲着自治，伊感觉足励志，足孤单，对要安怎对？我做一个台湾人。咱无可能去指教别个族群要安怎，就亲像这一切的核心拢共款，就是咱每一个族群遇到的问题无共款。我讲对阮台湾人讲实在嘛有真欣赏恁的所在，因为就是恁的面貌就是足明显的，就是生做甲中国人无共款。毋过台湾人甲中国人的面貌甲恁就是德鲁古比起来，就是较歹分，就是一般人若是无较熟悉，会较歹分。迄时阵，就是上个恁会当做明确来讲，我毋是汉人，我毋是华人，对，我毋是中国人。毋过就是阮即阵人一直互讲，恁拢是汉人，就是阮拢会互白做伙像白肉粽共款。毋过其实阮足毋甘愿的，因为当初是因咧甲咱杀的时阵，就是因足明确知影，就是阮毋是就是阮无要做就是阮毋是甲因是共一国的人，所以因才甲阮杀。
啊，阮嘛足欣赏，恁会当理所当然讲恁无共款，恁无过年啊，对无？因诶迄个祭典无共款，因诶文化、因诶民俗、因诶生活方式拢无共款诶时阵，因足边读是无共款诶人啊，所以因个会有，即中华民国才会另外甲因补偿嘛，就是因为恁无共，所以恁会甲恁加分，会甲恁有一寡无共诶，就是比如讲55岁就开始领老人年金这，就是迄是中华民国甲因看做无共，所以我才要补偿恁。毋过台湾人就理所当然互因绑入去汉人内底，就是所以我嘛无法度甲恁讲要安怎，毋过就是因为你嘛是一个德鲁古，就是伊是老爸德鲁古，老母不论啊，你敢若会当转去甲恁诶族人做伙唱，你感觉你足气诶，就是你身躯边诶共族诶族人，就是。因无要讲独立，无要讲建国，毋过就是我有看到因，其实因足拍拼，共款是一个都市大汉，毋过因足拍拼转去所有诶部落内底，就是因学因诶家己恁家己诶话，因学得愈久，因学要安怎，就是捧布，因学要安怎拍蜡，就是因学遮诶物件，去甲因家己内底诶夫妇，就是长老啥物诶，就是做伙啊。你才有法度啊，就是无法无你着。你若是要问我要安怎，我敢会当教你台湾人要安怎，我哪会当甲你指教？对啊，着咱有法度共同诶部分，就是意识到，对啦，咱有相杀过啦，毋过咱无互相失明过啦，毋过咱即摆拢咧互中华民国失明，所以咱有共同诶特征，安尼尔，对啊，所以就是像拄则听到冠刘咧问遐诶，就是台湾歌会组成甲合法。诶歌诶组成，甲其他诶歌诶组成较无共，我感觉一定拢有迄个无共因素伫内底，因为台湾人较有本钱，是因为阮人伫台湾岛真正是占较侪诶人，所以阮就是死较慢啊，无论是语言，也是迄款政治反抗诶意识，就是阮死较慢，啊，阮嘛有法度理解甲体会讲人数占较少诶族群咧互失明诶时阵，那为着要求生存，会可能较紧，就是。较无法度挡遐久，对，安尼就是所以就是你讲我诶所在，就是啥哪有法度，可能对你来讲，因为我其实我其他语言，你讲较快诶歌，我就是我就是真听无侪，所以毋过对我所在可能较侪是可能囡仔歌，啊咧写天气，写一寡风景，搁台湾歌，就是基本上人就已经侪，所以所在就侪，啊生活嘛较有法度浸诶时阵，就较有法度。写出遐诶物件，对，就是毋知呢，就是感觉你问诶问题，可能嘛是敢若转去，就是着恁家己诶族群，无法度甲恁讲，对，要安怎，小可分享安尼，毋知敢会雄雄建起来？就想要学习台湾人诶精神。毋过你对啊，都会当理解迄个孤单，毋过阮法度互你诶，就是毋知呢，就是你孤单诶时阵，甲你笑笑，安尼对啊，毋知各位先歹对啊，咱敢是应该甲即个问题等转去问先歹咧，就是我感觉可能是毋知影两光兄，就是恁也是讲各就是遮先歹敢有讨论过大家无共族群诶福摩萨人，就是在有一个共同政党诶阵讨论过同款诶问题，想要请教两光兄。两光兄无开麦哦。歹势，你诶问题敢会当搁问一遍？是因为迄个冠刘伊就是咧，伊是汉人嘛，啊，伊就是咧讲，就是伊毋知影。因为冠刘，你敢搁要甲你诶问题讲一摆？我头拄仔经历一摆，就是想讲，是毋是甲社群诶组成，啊，搁有经历过诶代志无共款，所以咱会当用音乐、用歌来去放松，就是想要家己诶社群，还是讲互别人知影讲，就是即个
语言即个文化伫咧上啥是，就是有因为语言无共款啊，文化脉络无共款，就是会无法度真正互相讨论，就是会影响到就是一个音乐内底会写啥物物件互观众来听，我是感觉讲我来回答毋知有适当无啦吼。我是感觉艺术创作即种物件吼，拢是足个人的个啦，吼，尤其是音乐，也个咧，你若几个人咧讲音乐个人吼，甲要讲曲要安写吼，意见拢一大堆，所以即个艺术创作即种物件，应该是 bottom up 啦，吼，到尾较慢慢整到最后，较整入一个平台出来，所以讲嘛无需要讲一直要求讲，咱的创作的即个 style 还是讲啥物物件拢含人有共款无？因为毕竟咱每一个人，咱的即个背景拢会无共嘛吼。对即个社会看法拢会无共，所以是艺术伊迄个可贵的所在，就是讲伊有法迄个艺术家伊有充分的自由。伊搁嘛好运，伊搁有得到好的平台，会当互伊的作品会当流传出去吼。毋过讲到即个族群的代志吼，我是想讲应该是，若伫台湾即种状况吼，政治上应该是敢若两个族群嘛吼，就是一个市民者，一个非市民者。伫文化上、语言上，当然较搁幼分。毋过即马介生伫即个主流的媒体中间，伊拢足甲你强调即个文化的差异性，吼。资源的分配嘛是安尼，伊是用多元，其实是来咧打压多数，就是讲伊是联合少数来打压多数。所以讲即马讲台语的人，其实实在是。有时啊，会感觉讲，当然我是无足了解啦吼。毋过我是咧感觉讲，现在民进党的票拢一直无法度人突破吼，是毋是有足侪讲台语的人，伊感觉着讲，伊收到的即个不管伫政治投票无平等即方面，每一票无共价值，还是讲伫即个文化资源的分配内面。伊怎啊完全无照，伊就照即个吼，甲你分做足侪族，即马入来后，啥物新住民族，啥物族吼，凡是即马佫有中国新娘党的族，还是啥物物件，甲你平分，用即种物件间接的，安尼足人吼，安尼用技术性吼，来甲咱打压安尼啦。是。多谢两公兄分享。多谢。拄大家会当搁野手，就是无论是针对音乐本身，还是你有想要说，你有咧听音乐，你有咧听的团，还是对，像咱拄则咧讨论的，无共族群，就是因为特别是湾流，伊嘛是包山包海，就是敢若讲无要实名者迄个中国语的一个音乐节的部分。拄好，因为咱拄则有讲到庄卡人，就是想要甲大家分享一寡嘛是趣味的代志。大家若看到迄个庄卡人，会看到就是因是用基本上庄卡，就是其实嘛无法度讲因是用中语，因为迄两字用到话头应该是庄卡分对，所以庄卡人对拄则咱咧讲迄个歹势少年吼，就是伊的迄个。伊的团名，伊就是用迄个拍写，就是我姓食，我姓写的迄个写，拍就是拍婆啊，迄个就是拍对。像阮即个名内底嘛是足侪人无共款啊，就有人伫迄个阵咧拍拼闹人讲，就是迄三场拍写的巡回，就是因为因讲好，因连托起要开始讲台湾话的时阵。
就是阮着拍拼闹人，毋过阮有朋友就是心内无法度，就讲袂使，因连团名都无尊重台湾话啊，因爱改团名了，我才有可能去看因的表演，伊就搁亲身来送迄个面册的信息。就是去甲讲，伫恁敢会当改名，就是恁的歌全部，因的歌全部拢是台湾歌，就所有的歌拢是台湾歌，就是恁是安怎，就是恁即马知影有台文啊，就是恁可能咧学的阵毋知，毋过恁即马知啊，就是我有朋友咧甲我教，毋过恁若无改名，我真无落去，就希望恁有一天就是会当改，毋过大家嘛通理解嘛，就是名即款物件就是一款符合，就是其实用久啊要改是会有迄个。就是有一个感情因素，可能一寡时间所消化是啥物来去解决。啊，过来就是迄个庄脚人，我真正有一摆互即个名，就是惊着是伫旧年的今年的大港，是今年的大港，对，就是我咧听的时阵，就是拄好，就是我要去听同一个时间庄脚人隔壁的舞台，啊，毋过庄脚人外口已经排足长啊，伊嘛足穿，对，啊，我着排咧毋对去，就是因为有时仔是爱迄落顶一场。煞内底人出来了后，再搁后一场的人入去，安尼就是会照无共的方式处理。啊，所以我行毋着所在，我就是反正我要隔壁，啊，就迄个咧队的人，就拢会提醒讲，这是啥物舞台？对哦，啊，就是你敢是要看，就是伊用中国话甲我讲，伊就讲，大家请注意中医间隔，你要看装咖人吗？我就是我硬去2秒。才讲，哼，毋是，就是我真正惊着啊，对，就是真正对啊，就是真正是逐个，就是嘛是毋知咧，这可能嘛是拄则尤其有伫迄个对话窗啊，讲调迄落讲庄脚人上无伊伫迄落Apple Music 顶头，就是拢是用罗马，就是中华民国迄套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台湾闽南语拼音方案，对，上无看到迄，大家应该袂读出拄则迄个物件，对，就是袂甲人惊着，对，袂较袂走进去，对啊，即摆会甲团，我感觉嘛拢有足大迄落，迄个意识，但是上无因敢若拢会生产出，就是即个。罗马字的歌词，对啊，毋过我感觉无共的迄个音乐形态嘛有无共的速度，就是我真正惊着，好歹势，我拄则互先警告，对，啊，就像迄落其实迄落台湾上多，就是我感觉应该就是因为林昌祖因就是开始办大港嘛，就是主要是 rock 为主。音乐节，所以真正是伫 rock 类型的台湾音乐的乐团内底，就是这是上早因上开始有即个歌词，就是拢会开始出现台文的版本啊，特别是罗马字的版本啊。毋过其实就是因为因拢会有一个熟悉的朋友嘛，因会请因书拢是应该是写，毋过因会是请咱，就是去甲台文的版本，无论是世界字，无论是罗马字写互因。啊，毋过就是阮的朋友，对咱的朋友拢是使用台话字嘛。啊，就是其实嘛是会甲因讲，其实就是因为足侪乐团因咧请补助，因咧请文化部的补助，啊是就是包括啥物流行，对啊，啥物影视补助嘛，无一定是因语言边缘补助，因的补助拢会写讲，就是爱用，就是对啊，教育部的用字，对啊，所以就是足侪人，因无会惊着，除非像迄个阿邦先生的九零帮阿邦先，因即款的。就是因就知影，其实讲实在，恁遮的人，恁家己恁也无咧用啊，所以到底倒一款字是倒一款，恁根本嘛或无啥会清楚，所以就是阿邦生因出来嘛是会用白话字，无其实大部分的乐团甲申请者真正拢会互即个物件惊着，所以就是若甲因说明，就会讲其实就是这是官方的版本，毋过就是咱台湾再来有历史的版本的时阵，大部分的乐团就算因就想要听台湾的，毋过因对啊，补助就是钱嘛，钱就是就很实际咁的了钱。就是因真正大部分，就算因了解，就算因已经是咱的朋友啊，就因嘛是会选择使用中华民国迄个版本，就是无论是世界字还是罗马字，对，就是甲大家报告，对即个状况甲情形。啊，拄则游行嘛，小可讲过，就是是安怎伊行过迄个过程，我嘛一直会记哩。其实游行应该一直到来做公务员
的时阵嘛，还阁第一档可能嘛，还阁使用迄落中华民国迄套，毋过就是伊嘛问过，毋过就是咱敢若第即款转换的过程，我敢若嘛无甲你解说伤济啊，但是我来讲话你慢慢体会，对，啊，逐个我感觉就是照无共的方式甲实行去建立甲人的关系，逐个家己有家己的体会，对啊，就会行，就是我感觉就是办活动甲行动，对理论讲半步，理论是封闭的，就是理论，啊，毋过就是实践甲事件创造出代志，就是才是开放的，就是因为真正出代志的时阵，人才会去感觉哦，这个理论有效还是无效，对，个感觉真正就感谢，就是应该做这个物件真正是足赞，因为迄就是创造共同诶大型体验，就是集体。对啊，大家赢真正是共款诶代志，是。敢会讲诶，就是迄个时阵你是安怎决定才会甲团？而且就是嘛想要问，就是恁诶团队咧决定无爱有中国话诶音乐节，就是恁团队内底敢无针对即个代志讨论过？其实无呢，因为都是主办的都是大本社甲本土语言小组，所以大概都是应该拢有迄个基本的意识伫遐，对。啊，再乐团是，都是以阮有咧听的为主，啊去发邀请。其实迄当阵拍赛少年应该是头一个选项啊。有贵。对啊，都是因为讲，都是阮的力量真好，毋过就是介绍真正也无法度，因为阮就是阮迄当阵其实有甲因就是抬价，就是阮有讲，就是因为阮办即个活动是无收钱的，所以就是而且阮就是申请就是文化部的补助，就是阮家己就是嘛无钱安尼，所以就是因为就是基本上拢有开较低的价绍互阮，迄当阵歹势就是讲，就是迄个价绍因无法度安尼，就是对。敢若龙母嘛有邀请，毋过我袂记啥哪无啊，对。龙母嘛足好，因为像咱迄年旧年就是因嘛是开，就是一个介绍，但因为迄套嘛3人编制、2人编制，伊开就是我著先听迄个编制介绍了后，就是伊个主动，我无讲，伊主动讲，毋过若是恁就是若无法度会当去参详哦，毋过就是咱就是会足无想要。对，就是对啊，就是感觉，就是咱应该摕个较侪中华民国钱来，莫互台湾人家己委屈，对，对，真正诶，是，冠流佮讲，大家感觉创作自由甲正确性标准要安怎平衡？要安怎处理迄个 balance？ 创作自由甲正确性标准，毋知影刘诶敢有啥物想法？我是选择第二种嘞。哇，开战场是。就是，对啊，我会记，就是因为第二种伊写诶歌词拢是就中意开诶迄种嘛，就是我会记我有听过伊一个，敢若是一个这部诶访谈内底，就是伊都讲着讲伊是跳港要安尼，就是伊感觉伊都是想要，我袂记伊是安怎讲改了。有请落来讲上，毋过我会记就是伊就是讲伊是，就是跳过伊要用中语诶词去写，要用台语发音安尼，毋过，大家毋知影敢知就是第二龙是这2档哦，我无确定倒一档，就是中华民国金曲奖诶台语歌谣。伊敢是对，是讲台语歌谣，就是这有影，就是我感觉这嘛是最重要的，就是像龙哥兄拄则咧讲的，就是咱今日是台湾文学欣赏嘛，就是咱台湾文学就是
对，无论啥物拢是爱先伫咱的主体先出来了后，就是有迄个范围，有迄个界线了后，咱才有法度来讲水歹甲正确。所以我无感觉创作自由甲正确性标准即两个物件是有冲突的，就是迄是因为咱互实名啊，互中国话就是头甲伤深，所以才会出现即款问题啊。对，啊，因为咱若是伫一个，就是咱若毋捌互中华民国实名，就是咱讲了无中医的问题的时阵，就是咱写出，咱敢会讲出错误的台湾话，还是错误的合法，其实就是迄个机会就足少的，就是其实中华民国来进前，就是各族群的语言活跳跳，台湾人，一个活伫台湾岛的人会晓两三种，甚至三四种以上的语言，就是我后来才知影足数上的呢，就是才发现哦，原来阮阿公阿嬷就是完全客话晓足侪先辈，因就是完全会晓讲合法，就是因是台湾人，这是足事上的代志。所以我无感觉，就是需要，但这两个物件本质是无冲突的，毋过有影是放伫即马的现实，才会有即款限制嘛。等于讲，迄意思是咱想要，无论是咱想要用家己的话创作，毋过咱材料无够，咱材料无够是因为咱自细汉无迄个成长的环境，大部分伫中华民国的环境大汉的人，中国话的程度拢比咱即马所想袂咱家己的话的迄个程度搁较悬，才会有即个问题。我感觉就是，因为逐个就是写，毋过就是逐个要定的时阵，就是嘛是爱去定。有评论补充讲。伊第二龙讲想讲台语歌一定爱是迄款的台语歌，我就是无爱做迄款的台语歌。就是迄阵听到的时阵，其实我是感觉真生气。迄个生气毋是单纯对伊这人的生气，是我感觉安尼是非常恐怖的代志。后壁就是像咱即马搁有一寡咱会搁掠一寡足明显台湾话甲中语无共的所在来强调嘛，比如讲无爸无妈，对，这是就是好掠的所在。毋过，若是是安怎袂使，咱若甲中语吸收啊，变做是台湾话的一部分啊的时阵，对啊，就是安尼到底是安怎中国话毋是台湾的语言，安尼是安怎中华民国毋是台湾人的国家，就是会变做安尼一步一步咱的界线到底伫佗。我会记我迄阵看到伊访问的阵，第二龙应该是讲伊想要改良台语歌。改良基本上我就是感觉这就对台湾歌就是一款无尊重，伊一个台湾话就讲袂认得的人，讲想要改良台湾歌，就是我迄就是实名遮的主体，就是我无确定伊的因兜的背景，就是是啥，毋过基本上就是像，当然咱每一个民族。伊的主体拢会有无进步的所在，就像你讲，咱台湾人有影较早就是较重视查甫的，较无重视查某，也是讲啥物非洲有某一寡族群，可能因会去就是囡仔出世，就是挂礼也是啥，这有影就是伫咱现代的观点去看是无进步、无尊重。毋过就是迄个决定权嘛，是爱是迄个族群的主体。来决定进步，才会使。若是别人来甲你强制进步，就是有影日本时代，咱台湾进步足侪，毋过咱袂当否认，迄就是实名。就是我感觉，对啊，就是一款爱长期解决的问题。咱嘛一定会一直伫咱即马要过来互实名的时阵，一定会有足侪错误。咱嘛是爱看到错误嘛是爱讲，咱才有法度可以去甲迄个线一直画出来。感觉是安尼，大条有讲，有正确的语言，才有法度自由创作。是，就是有影，就是咱才有法度用咱家己的话，真正表达咱家己想要表达的物件。过来欢喜老讲水面，你咧骂第二龙敢是好？你迄个名改呢？讲啥物流灌流讲流，你紧改无？我会记袂起。我材料已经无够啊，搁找无资源学。对，大概若是有熟悉合法，就是会先歹，有法度互运人
搁较侪靠山、甲支持、甲温暖的，请大家对会当来提供。哦，有安尼水解呢，灌流，好，是。那是关有还是？对啊，按个是灌油，你敢毋能够讲一摆？啊，袂任何势。蒙关油，崩关油，哦，崩关油，好 ，OK，赞。安尼毋知影，敢搁有人要野手？安尼我搁甲时间搁交互有时毋知你上尾敢有想要有想煞？无。再开去，推上几块歌咧？你讲数一块歌哦？啥款？哦，你是好啊。DJ 水平咧？敢水平到时咧，没人也是咧讲流行，但是sweet。哦吼，就是我最近有听到一个叫做 Funky Mo 的人，还有出一个 EP 啊，拢是台语也是英语的歌，还有一条叫做免紧张，我感觉真好听。啊，还有修理车，修理车嘛袂歹，就是伊是有用着迄个。修理山窗、山门换玻璃，迄种就是咱细汉时阵拢会听到迄种广告的车的迄个动作的歌词，介趣味。赞，有，这就是咱的小青的小的哦，请小有人请迄个支援一个，甲盲人带来对话堂啊，我先来读其他人的老话，单姓，讲庄雅文就是咱。台湾台南的水查某囡仔，嘛是咱台湾的正经，我感觉就伊会当做歌手。庄雅文嘛，真爱创造足新的style，但是伊本身嘛足敖唱传统的台湾歌，是真正足敖的，对啊，足好听的，就是唱歌本身的迄个材调嘛足敖，对，搁来哦。有人欢喜讲伊，毋知影伊迄阵有讲遐白人的话，我即马去开伊毋敢抬调。好哦，安尼，若是咱今仔日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想讲等下咱就先到遮先甲录影录片，然后后壁有大家要开讲的，人个留落来开讲。安尼今仔日台湾文化论坛。第150回，就得下流行来甲咱分享伊主办源流的经验，是咱台湾的流程，而且嘛是足期待迄落啦。看你当时搁来办一场，就是咱遮嘛是非常恐怖的代志，对。毋过就是咱嘛免一开始就办得大，对啊，咱有啦，咱已经我会记得我手机内底有一个迄个 notes， 内底是迄落。感觉爱摇车的，迄个团名，有人讲金班，啊，恁迄落呢？大家迄落，大家想拍趁钱哦。对，啊，就是推荐迄个歌单。好，安尼今日就多谢刘信来分享，多谢各位台湾国亲做伙来参与。安尼咱今仔日就到遮，感恩，多谢大家，谢。